高雄的寿山有真侪台湾狗，不过昨有一只狗走入去动物园乌猩猩的园区内底，煞去互乌猩猩围咧拍，不幸死亡。 民众伫咧初一的时阵到寿山动物园，险险去互台湾狗抢卡网，伊想要用手机记录，煞去翕到一只台湾狗无细日爬入去乌猩猩区，现场3只乌猩猩情绪激动，做伙拍台湾狗。这段影片伫咧网络顶嘛引起讨论。台湾狗是当场互拍死，动物园安打乌猩猩的情绪，初二乌猩猩区也开放，大好有真侪游客来看。志刚嘛特别强调乌猩猩是有地域性的。它们是有领域性的动物哈，在野外哈，黑猩猩通常都是由一只很强壮的个体在领导。外来种入侵，它就会把它赶走。是头一摆发生这种代志啊，因为较早伊旧的迄个兽舍吼，伊是伫一个大笼啊安尼啊，所以无啥讲有迄个台湾狗会凊彩会入去。阮即马设计即个吼是属于较开放的范围吼啊，所以基本上狗要伫即个电视场即个附近吼啊，伫遐咧活动是足自由的。动物园表示，乌猩猩的智商真悬，准若有外来动物入去因的领域，乌猩猩就会发动围捕。之前嘛有台湾狗入去梅花鹿区，草食的动物拄到台湾狗来扰乱，通常袂出现抢物件或者是攻击的行为，这拢是无共生物的天性。基本上就是要尊重。他来看的时候，他为什么要围栏？围栏的意思就是一个大家相互的安全距离嘛。 目前动物园观察3只乌猩猩的情绪拢已经稳定，活动正常。动物园也伫咧入口的所在宣导因应台湾狗的方式，避免民众拄到台湾狗就踩惊造成意外。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。